云林有一间国小，学生无写功课，互老师处罚搬砖仔，学生是搬甲哭，家长质疑这是体罚。县政府教育处讲，这是要互学生了解古早人刀砍搬砖的故事，要教导学生认真读册。虽然老师是为着学生好，但是方法无适合，已经要求老师改用其他的方式。 4年学生双手各搬一块砖仔角，行去到老师的头前。学生囡仔哪会伫学校搬砖仔角，教职员随去关心。云林这间国小学生敢若是无写功课，老师要求伊搬砖仔角来处罚。依照严重程度无同，搬2地到4地砖仔角，为1楼搬到3楼，有的学生搬到流目屎。 县政府调查这个案件是伫当月前发生的，校方配合督学去接受调查。不过这款方式敢是对囡仔做体罚，若是砖仔角去卡到卡，要安怎？让学生能够了解陶侃搬砖的这样子一个用心，老师体罚的部分是不成立的。 这个老师虽然是好心，不过县政府要求学校爱辅导老师对囡仔关怀，应该用更加安全的方式来进行。校方嘛组成调查小组，对着体验课程的设计进行检讨。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这样是不妥的，我们有放弃他，然后同时呢一直在做这个宣导。校方解释讲，这个老师伫学校已经教20多档啊，表示管教学生比较较严，伊安尼做是参考古早人刀砍搬砖的典故，意思就是讲刀砍无想要浪费宝贵的时间，所以讲利用透早甲晚暗时间。 往回搬砖仔角锻炼身体，意思就是讲做人爱拍拼，唔通浪费时间。希望讲学生好好检讨家己的行为，这好无写功课学生去搬砖仔角。不过这个方法无适当，已经改做其他的方法去管教，卖辅导这学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